大家好，我係 Amy。點解今日會帶大家嚟到深圳？聽聞深圳做身體檢查平過香港好多，服務亦都好好，親身嚟試下，分享俾大家，順便行下街食下嘢。Let's go！今日重點行程就係去深圳希華愛康健醫院做檢查。醫院距離羅湖口岸超近，行過嚟4分鐘就到，真係好方便。地理位置簡直係一流。呢度係首個港式口岸綜合醫院，專門提供高質量嘅醫療服務，特別啱晒香港人嚟做身體檢查。上埋個有蓋電梯就會見到間醫院，左轉行到尾就係個醫院門口啦。真係好快就行到嚟，入去睇下先。服務員用親切廣東話對答，真係好。總共有7層，有不同服務樓層，有多間不同服務房間，有做超聲波、心電圖同埋睇醫生嘅房間，仲好貼心，有女士專區添。好快登記完就已經有護士帶我入去做檢查。醫生都係識得聽同講廣東話，佢先細心了解咗我嘅情況，然之後再幫我做一個全面嘅檢查，非常之專業細心。跟住就轉去另外一間房做超聲波檢查，用先進嘅儀器、專業嘅技術，成個過程完全唔同。最後醫生細心講解檢查報告同埋生活上有咩注意嘅地方，真係唔錯，價錢真係好抵，可以媲美香港私家醫院嘅質素，享受國際級專業醫療嘅服務。如果大家都想平平地快靚正做個身體檢查，呢度真係一個好好嘅選擇。